安尼兼着讲，我老是念着了，我兼着讲不当，安尼身边讲不你去，我到底送了呢？我们在上课之前，还是先观修皈依和发心。我们首先观修皈依，请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导师释迦世尊，世尊两旁是持世还有文殊等八大师佛子围绕。在他们的下方，请观想我们最主要的修心教授是智他幻。智他幻出自于吉天菩萨的入行论，因此我们观想吉天菩萨。吉天菩萨的四周是龙树还有无着等26双眼，或是17大班智达等印度的传承祖师围绕。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中科大师父子三尊。他们的四周有一切藏传还有汉传的传承祖师围绕。在他们的下方，请观赏尊者。尊者四周是一切和我们具法缘的上师围绕。请观赏，他们都是真正的佛。他们能够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修学了成佛的方便，灭地及道地。因此，我们的正皈依就是法宝、灭地和道地。心绪之中具备灭地和道地功德的普特伽罗，无论是声闻圣者、缘觉圣者，或是大乘圣者，都是我们皈依的主办。在了解三宝之后，我们就自成的皈依三宝，而且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忘记和三宝说个起白。我们皈依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今生以及来世的安乐，也不是为了仅仅能够获得解脱，我们是为了一切有情都能够承办佛果位，然后为此而皈依。
小事，他的呢，审计公布的送上呢。观修完皈依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观修发心。发现就是升起威力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我们最主要是要去思维为什么要发起菩提心，就可以从5个部分来做思维。第一个，为什么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这又可以分为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轮回没有开始的缘故，所以一切有情在过去世都曾经当过我的母亲，在当我母亲的时候，就如同今世母亲一般，放弃一切的身财受用，照顾呵护着我们，所以由此而对一切有情升起念恩以及报恩的心。报恩最好的方式就是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第二个理由，因为我是希求离苦得乐，我并不想要生老病死以及三苦的痛苦。一切有情也和我一样，想要离苦得乐，所以为此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第三个理由，我们所有的苦乐都是关待他人，为了使自己以及他人都能够获得就近的利乐，所以为此我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第二个部分思维，虽然我想要承办一切有情的安乐，但是我是否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会发现我只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利益少部分的友情之外呢，我是没有能力去利益安乐一切友情，因为要就近利益安乐一切友情，需要了解他们的根器、圣洁及希愿。第三个部分是回到谁才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唯有二资粮圆满的佛才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因为佛陀二上已断，而且圆满一切的断证功德，所以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有情的根器、圣洁及希愿。第四个部分是为，既然只有佛才具备这样子的功德，那我是否能够成佛呢？我们能够成佛最主要理由，就是因为心智性光明，足够这些课程。我们要断除心智上的垢壤，唯有透过通达空性的智慧，要由通达空性的智慧断除恶障，一定要菩提心作为依靠。所以为此，我要发起菩提心。第五个部分是为我如何正修菩提心，就是在我一天26时中，一切的行住坐卧，乃至一呼一吸之间，所有无记的这些行为。我都祈愿一切有情从现在开始承办佛位，一切有情从现在开始累积成佛的资粮。我从现在开始要速速承办佛位，我从现在开始要累积成佛的资粮，请做如是思维。
修饰那是但的呢，动你公布的送人。接下来我们思维空性。我们首先思维，当我遇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以及无法治愈的疾病时，我们要知道这一切呢都是关带我过去所造的业而产生。除此之外，我和一切普特伽罗呢都是关带我们的施摄处运体以及支分而有，以及一切的乐意和不乐意境。我们在显现的时候都有显现为志向成立。因为显现为志向成立，所以由此而产生支持志向成立的我执。因为有了我执缘故，所以会对乐意境升起贪心，不乐意境升起嗔心。但是，一切的乐意不乐意境，从唯识中的角度，它是观待的新的习气醒觉而有；从中观中的角度，它是观待着能全身以及分别心而有。当我们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对于我乐意境和不乐意境所产生的自性成立的执着，自然就能够减轻。当我执减轻的时候呢，由我执所升起的贪嗔，自然就能够减少。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去思维一切法算是名言有，但是没有任何不关待因缘、施摄处之分、心的习气行觉、声音以及心而有的境智方成立，故诸法唯由分别心所安立。
哎呀，其他的呢，他人懂不送我就送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受持菩萨戒，如同观想皈依般，我们观想我们的对面虚空有我们的居恩根本上师以及一切的诸佛菩萨，祈请他们能够倾听我、意念我。我要在你们的跟前来受持菩萨戒，如同过去往昔诸如来发起菩提心，修学菩萨行。今天为了利一切有情的缘故，我也要和你们一样发起菩提心，修学菩萨行，以这样的意乐来跟随着说念诵。第三遍念到一如次第能修学的时候，请观想我们心绪当中升起清净圆满的菩萨戒，也就是获得戒体的心。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达了公布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人我也得写给，如其往昔诸如来，俺就图你给吧当，从于升起菩提心，俺就身边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在他人心内吧得，如是次第善安住，大家做了判断度，如是为利有情故，俺就身里给个心，愿我一发菩提心，俺就身边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人把心都拉不来给，亦如次第能修学。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达了公布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其他人我也得写给，如其往昔诸如来，俺就图你给吧当，从于升起菩提心，俺就身边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在他人心内吧得，如是次第善安住，大家做了判断度，如是为利有情故，俺就身里给个心，愿我一发菩提心，俺就身边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人把心都拉不来给。亦如次第能修学。我查你的哇，老那么叫我世界呢？上师诸佛及佛子，打了公布这都是，祈请哀悯意念我，然后你得写给，如其往昔诸如来，你就图你给吧的，从于升起菩提心，俺就身边拉巴拉，菩提萨埵诸学处，那人心内吧的，如是次第善安住，大家做了判断度，如是为利有情故，就身里给个心，愿我一发菩提心，就身边拉巴拉，如其所学诸学处，我心都拉不来给。亦如次第能修学。我老是他的去的，接下来的寄诵思维，因为我今天能够观修皈依发心思维空性以及受持菩萨戒，所以在我心绪当中种下一个殊胜的习气。因为有了这个殊胜的习气，所以我在我今生的后半生，或是来生中的某一世，我可能因为只遇到大乘的善知识，或是对菩萨行听闻意念行识，以此作为因缘，让我心绪当中未升起的菩提心升起，已升起的菩提心能够不断的增长。
所以由此而生起欢喜及随喜的心。在念最后一个偈颂的时候，是为道，因为我受持了菩萨戒，所以我的所行要服顺于菩萨律仪，也就是尽我的身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尽我的语不去讲述他人的过错，尽我的意不去观察他人的过失。总之，尽我身语意的能力不去伤害任何一个有情，尽我身语意的能力去利益一切的有情。我们在受戒之后呢，难免会有违犯的时候。那在犯戒之后呢，我们就自诚的忏悔，然后立下一个不再造作的防护心。并对大师这部语，今我此生不虚度，你是不来我头，今我善来人中生，你三界里所给，今我生于如来家，给世俗大觉多，成为如来金长子。他能打给今天讲，无论如何，我至今对的准备来怎么的，当勤负荷此家业，我们准备一点了，勿令所行有玷污，要不没觉得这家，于此无垢尊贵种。哎呀去。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归生是归佛，归法归生。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诸佛正法显现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诸佛正法显现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说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真。一起笑死，呀，那是大的呢。他谈到样，其实主要真的呢，样这些，下午开始的，什么时候去都他那样，他们家多啊，去了，老嗯，他其实吃个事嘛，是去多，那是的呢，我说他找我电视嘛嘞，老找我电视的，他上级给你用的了，查车路些的，先叫我送手电把都做查了啊。拉手。那说，他今天那不做，哦呀，到底不原来今天卡切了呢。那今天呢，就是我们可能上到8点半多，因为今天是寺庙的辩论开始，所以我们现在等要去辩论场。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第4页的第一行开始做讲述。那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将视讯镜头打开。哦呀，就他先叫我送锁匙，那你不都去，那你不都做的，他你不都那个做的，卡儿是了，那他先叫我送锁匙，他你不都确决的多少人是吧？先叫我送锁匙，他厕所接把地呢，是地呢嘛的，厕所接把地呢是地呢嘛的。다 책수 제바 디니 세데 책수 제바 디 셰베 책제 다디네 마조 카르세나 아네 원디 다왕기 주다 아네 원네 다왕기 주세네 어다니 송구야래 是吧
되래. 온디 당와 기주당, 원에 다와 기주니 송구야래. 다 최소 제바 디스드 최소 제바 디는 인도 시와 촌은 군신이 이시 진짜 강인다. 돌아 펜바체나 런신이 지된 돈도 제바 간다인다 템베 토나 넘버 군데 나조 데솜바 인도 chanju sembe 소지 상기께는 윤달라 차세로 세야디 최적이 직제디 되래. 다 쳐봐 중이 접어보디 소리에서는 지저 잡아 공부디 체. 쳐봐 술라 접어레서는 캠버스는 윤 캠버스는 쳐봐 접어레스. Yum Kemba Sumna Choba Jodan de Kande Jobare, Senate Tendap Dribusum Gikone Choba Jobares, Shishegi Tendap Dribusum, Lamshegi Tendap Dribusum, Namgi Tendap Dribusum Gikone, Ane Choba Jobares. Oh, that 所以呢，在第三页之前呢，我们已经解释完了归敬颂。所以讲到说呢，此记全比殊胜体性，遂极超胜。那此记呢，所讲的就是前面现光传论的归敬颂，也是求极声闻游遍智，那一直到呢具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敬礼。那到这边呢是现光传论的归敬颂，那是谁来做归敬的呢？也就是持世菩萨、弥勒菩萨呢，他来做归敬。那他归敬的对象呢是谁？他归敬的对象呢就是三智。他是如何做归敬的呢？是透过所依、方便或者是说方法，那还有果位呢三者来做归敬，也就是对于机制呢，透过他的所依、方便、果位，然后呢道智的所依、方便、果位，以及一切相智的所依、方便、果位呢，透过这三种方式呢来做归敬。다되네 야 다디레 다된다 리부숨기 거네 쳐봐 제바디 아니 땡이랑 로바 파바 키스 탑시셰 곰발라 때는 이시 트바 제기레스 닌데 시와 촌은 군신기 이시 트제 간인당 서와 닌데 시와 촌남 셰바디기 땡이랑 로바 파바 디기스 군신 이기 스드 탑시셰라 때네스 아니 이시 트제 간인당 스드 두구 녀와시비 이시 ane na ya kyaba duji ki dunge pambe ki godin ta lhame nyangde toba chigires o tire 所以第一句呢，求其声闻游遍智，引导令去最极灭呢，它的所依呢就是希求极灭的声闻。那希求极灭的声闻呢，它透过方便就是骗智，就是我们所讲的机制，透过机制呢能够趋向于果位，就是引导令去最极灭。那极灭的果位呢，讲的就是断除行苦的灭地。dola pemba chena lam shingi ki jidin tu zeba kang so the dola pemba chenam so the ten changse papa kis tab lam shi gomba la tenis ane dribu duja rijin sum ki tuen dhuba chigi des dola pemba chena lam shingi ki jidin tu zeba kang 第二句呢，诸乐饶益众生者，道至令成世间利，也就是呢，希望呢去饶益众生的菩萨，也讲到说所依。那他透过方便，就是透过道智呢，能够承办呢三乘有情的这个利益，所以道至令成世间利。namkengi kanda yanda demba sheba digi ten namkengi ane thumnam sheba digi ten mare tham kanda yanda demba sheba digi thap namkengi thap namken demba che thumnam sheba digi ane ten sangye phaba che ten sangye phaba digi thap namken la tenes kanda yanda demba sheba digi thap che thumnam sheba digi tuba sangye chomden de sang ten sangye phaba digi tab namken la tenis kanda yanda temba namba kunde nazo disumba sede dujari jisumla chongo kowa chigiris tab namken la tene oh ta dire 第三句，诸佛犹具总上智，宣此种种众上法。那从藏文的顺序呢，它是先讲到方法，就是犹具总相智，就是透有一切片智呢。那所依就是诸佛，那它能够呢，就是所获得的果位，就是为三乘的普特伽罗呢来宣此种种的众相法，就是来转法轮。 인디 다 데이터 비데 임바 인자 년도 chanju sembe choji sangi kine yumdela chatselo sede 년도 chanju semba sede 년도 ngoso tene ten ngeran loba phaba roa se sena se ngeran loba phaba gi yum
안에 시시에들라 차세로스 chanju sembe choji sedi ten changsen phakbe se changsen phakbe ki yum lamshe de la chaselos ani la zo ten sangye phakbe ki yum se ten se sangye phakbe ki yum ani namkyen la chaselos oda dilam sangye kin de la chaselos 具为声闻菩萨佛，四圣众母，我敬礼。那也就讲到说呢，在讲到就是子和母，也就是呢四圣众呢为子，然后呢三智呢为母，也就是声声闻呢，它透过机制呢能够承办它的国位，所以呢这边的四圣众母呢讲说呢来顶礼就是声闻之母，也就是机制。那菩萨呢是指，那菩萨之母呢，就是依靠着道智呢，能承办果位的原智呢，所以顶礼呢就是菩萨之母，也就是道智。那诸佛呢依着一切片智呢，能够转法轮的缘故，所以诸佛为子，那一切片智呢为母，所以由此来顶礼诸佛之母呢，也就是一切片智。상기 깨네 욤 세데 욤데 숨가라 자고래 세 녀랑 파베기 욤 시셰라 차젤로 세 창세 파베기 욤 람셰라 차젤로 세 상기 파베기 욤 남케라 차젤로 제자 야 욤 캠바솜라 차젤로 오다 두두 자고래 세 파바시 욤 캠바솜 그래서나 캠바솜보 라랑기 라테네 아네 세 파바시보디기 라랑기 아네 더든 두바치기 요레스 냐라 파베기 니시 트바자바 시샬라테네 니시 냐라 파베기 니시 트바자바다 람셰라테네 아네 창세 파베기 리젠솜기 된 두바자바다 남게라테네 상게 파베기 아네 두자 리젠솜기 총고고와 제바 인장 아네 냐라 파베기 욤 아니 창세 바베기 욤 상계 바베기 욤스네 라고 해 둔센테레다 所以呢，在这边想要说四圣众呢，然后母呢，就是一一结合到前面去，就是说圣众呢，指的就是指四圣子。那四圣子呢，就想要说声闻跟独觉呢，他们是依靠着片智呢，能够承办他们的果位，就是最极灭的这个果位，灭地的果位。那饶益众生的菩萨呢，透过道智呢，能够承办三乘有情的利乐。那诸佛呢，依靠着一切片智呢，能够为一切所化的有情呢转法轮的缘故，所以呢，就是四圣众为子，然后呢三智为母。오다 데레 그래서 오다 데레지레 야 다데레지체 다데니 칙수 제바 디니 스타팅이 말로긴다 칙수 제바 디니 세야디 아니 야 닌도 시와 시소기 칙수 제바 디니 스라 디 체외 당이 디 체외 당이 스도 윰 캠바 숨기 체와스디 연대 체외 당이 연대 표도 중앙 덴바 제데스다 캠바 숨기 디니 셰바 디네데 칙수 제바 디네 년도 셰와 시소기 칙제 디니 스고아 디 체외 당이 쳐봤다 디네마 르베스게 삼보랑이 기치리 되었다 강게 최저디 지도 잡아 kumbi tsirowa songrowa ta dini di chewe sedu kemba sumbu digi yunden gi rangshi phedu juwa dang sedu phedu juwa sedu ane med juwa ane yang daba rowa pusum choba o da dende gi phedu juwa da demba jede slabre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复习完之后，我们就往第4页来做解释。那在前面呢，就是求其声闻由偏知，一直到四圣众我敬礼呢，这个寄颂呢是现观庄严论的寄颂。那接下来呢，就是此寄全比殊胜体净最极超胜。那这一段呢，就是释日贤论师呢他所造的这个名义式的这个正文，所以我们了解说哪一些是现观庄严论它的这个原寄颂，那哪一些呢是释贤论师呢他所造的这个名义式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里开始呢，就是名义式的这个内容。那此寄全比殊胜体性最极超胜。
那此际呢，就讲到前面的这个归敬颂呢，那全笔书圣体性，那在藏文里面其实都是尺啊，全尺，所以这边的尺指的是说，就是说笔。这个笔呢，那藏文是尺，那全笔书圣体性，笔就只说就是是圣众。那笔呢，这边的笔则是三字，那书圣体性呢，指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功德，所以就讲说他们超胜的这些功德。比如说，次数节吧，第二，这对确切的情节第二是了。第七月当年，这对看把什么原点，安尼配的中啊，等把绝了。他原点绝对的哈古松啊，西西的原点卡着嘞，你是吃吧这吧？但呢，蓝色的原点卡着嘞，安尼西西的原点卡着嘞，是那伢那怕被个，安尼你是吃吧这吧？看把自己个东西帮搞定，我的特别的西西了点的，特别因在西西的原点嘞。啊，te changse phakpa digi duja reji sum ki thoyen tu ba di lamshe la tene inza lamshe ki yon re sangye phakpa ki na ani chongo ko ache ba di namken la tene inza namken ki yon de o ta kemba sumbu ra rang ki thumo ma yin be yon de je songa o di sig yar tangi phedu jwa da demba di chewe tangi phedu jwa da sho sana satangi di sha gyure ngishi tiba zeba reji sum ki thoyen tu ba duja reji sum la chongo ko di sha gyure je songa o dire 所以全笔书圣体性呢，就是诠释三字的这个功德呢，是最极超胜。那三字的功德呢是哪一些？为什么三字的功德是最极超胜呢？那就是前面所讲的。那机智它的功德呢，就是能够引导声闻呢去向于就是灭地的果位。道智呢，它能够让菩萨呢承办就是三乘有情的利益。那一切骗智呢，它能够帮助诸佛呢，就是转法轮的缘故呢，所以这三者呢，就是三智的功德。所以讲到说三智的功德呢，最极超胜。第一趟7月당일 부터 좋아한다. 좀 주데스. 다디 죄네 연대 캠퍼스부 되게 토모 마인베 연대 레리 랑기 죄네 가르치기래서나 다디 두자 남기 대 퇴네 연대 죄바 인장 연대디 퇴네 두자 남기 예스걸 퇴네 다 두자 될야 두자 옹보 nom보치다 옹보 tu부치 니 용고요. 제가 대 퇴네 아니 두자디 리시 대베지수 타와 남 서디 왕두 대베지 당스걸 왕두 대베지 당기 빼나 왕부 두부 아니 대베지수 타와 남기 델라 태소메바 뉴도랍도 타와 껴오 서디 캠퍼스 숨부디기 연데 토모 마이바 저바 다가랑기 아니 연데디 통화 터바 쌈기 아니 베 왕부 두부 된수 아니 태소메바 거네 캠퍼스나 연데 연나 메나 태소메바 거네 아니 베 아야 태소메바 뉴도랍도 타와 껴오 서디 캠퍼스나 타와 기그레스 타와도 대바 기그레스 거所以讲完了三字的功德最极超胜之后呢，那藏文此颂语就是比藏文此颂语。那比呢所指的就是所化机，就是所化有情呢，就是听闻到这个寄颂之后呢，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所化机的差别。那所化机呢又分为就是随性行还有随法行这两者。所以讲到说呢，随性行者呢于此无有余力，速即升起。极尽信心，也就是说，我们讲的随性行呢，它最主要指的是顿根的这些所化机。那顿根所化机呢，它在听闻到归敬颂呢，就是归敬三字之后呢，它对于归敬颂的内容呢，它不会升起疑虑，然后呢，就会快速的呢，对于三字呢升起信心。오다레 다 어야 디트니 에 딜라 테소메 바뉴 드랍도 타와교 답페나 텐제 다부지 임바이나 텐제 델야 아니 텐제 디 잠바디 체네 텐제 디 텐사기 두자 델야 아니 텐제 디기 어 제바보다 텐제 디기 제자 삼기 미캬바 아니 제바 델라 테니 아고 다가랑기 아니 텐제 델야 테섬 중이지 용구야레 यहाँ तेंजो तेले या थसम जुंगे तेले या अने यहाँ जी जबा बोदा जोजा सम के मिक्या बचे यो ना यहाँ अने तेंजो तेले या अने थंबो या जोजा यो दा में जोजा यो ना यहाँ गोबा यो दा में गोबा यो ना यहाँ तेंजो चंपे गोबा ने कब की गोबा यहाँ दा बदू मिदू
내가 비 고바 양다바 요바이나 텔라데네 타도기 고바 양다바 도민도 니게 도민도 텔라데네 니게 요바이나야 아니 펜주응아치 아니 니게 고바당 고바 아니 제자라 라소바 데다다 펜주응아치 아니 야 균제 애기 자와 도민도 오다 데다 때니 아니 신이 두자 땡줄라 태섬 중이지 용고요 아래 그래서 oda penen jeja yena goba jeja yekyan goba mebata goba yekyan ani nega gi goba ma to thadu gi goba meba la sokba tende imba ina ante je de la thosam miju bo duja ji yungo ya de de duja da ombo nombo re o da de de ni yungo ya re jidan duja la o to zre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对于就是这部论点呢，那论点的造论者呢，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所权。那我们知道说，像是以随性型的这些所化剂来说的话呢，他对于这本论点的造论者以及他的所权呢，因为是不可思议的缘故，所以自然就会对于造论者还有所权呢升起信心。那这是一类的这个所化机。那有一类的所化机呢，它在虽然说呢，造论者和所权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他在听到这个所权之后呢，他会内心呢升起一个疑惑。那这部经典里面讲的这个所权呢，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如果呢这个所权是存在的话呢，那这本论点呢，它有没有这个造论的这个目的？那它的这个目的呢，它的暂时的目的呢，是否是清净的？那它有一个清净的暂时的目的，那它是否有一个就近的这个目的？那就近目的呢，是否是清净的？那即使呢还有就近的这个目的，那它就近的目的呢和目的之间呢彼此是否有关联？那目的呢和所权之间呢是否又有这些因果的这些关系呢？他会想要去理解这些，那发现说哦这些彼此之间的关联呢都是存在之后呢，他才会对于这本论点呢去做学习以及研读。那这是另外一种所化机。penang zo men kala member da uji temba na so so ne ji na de yo na ti ne di thaya gi che do member temba ina ta mi shi mi so so gi yi che sa chi da kera chen bu chi gi o da member di ya ko yor sna lam sang zo member ten de gi samba ke ne ani member ten gi ji yung go arwa ta ya so so gi ya member di temba la o mi ji gi ya yi che sa chi da ani be so so ne lu gyun je de ba mi khe ba chi gi member di ya ko yor se la ba ina ya ani member di yabu yoda me di nanel habar do ani member ti susu rangi gi nasha gyo gi ne dela ani mixe gi kheba inda me yin ana kola nyamyon khazo do ana kola ya ani ji neba ya neba te ne neba change khazo do oda tinzu changma te ne ani ya member dela tengi ji yungu yarwa o che chang azu di member da buji neba ji gi member la te ne temba ina ya tenda me da wa ji ni yungu do wa oda di da bure da 다 된소 먼저 지den기 자와 폐체와 된데라 아니 니니 용고여와 디단 디다고 된데 링민다와 니니 용고여와 这个呢，就像是说我们一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同样呢，就是病人也会有两种状况。那一种呢，就是因为哦，有一个我相信的人呢，他介绍了这个医生给我，或者说呢，这个医生呢，他很有名望，所以呢，就是因为是相信的人呢介绍给我，或者说医生本身很有名望呢，所以就会去看病。那这是一种。那有一种呢，就是说，虽然呢，就是自己相信的人介绍的医生，或者说他也知道说这个医生很有名，但是他还是想要去了解说呢，哦，这个医生呢到底好不好？那我所生的这个疾病呢，这个医生是否是对这个疾病呢，就是非常的了解？那以及呢，这个医生呢，他看这个病呢，就是他有多少的这个经验，他看过多少病人。那有一类的病人呢，他是会想要了解这些内容之后呢，才去看病。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看病或者说世间的任何事情呢，其实都可以分为这两类人。오다 되래 딘주 덴주라 토삼 죽바 데라야 릭민다와 니 용고여 제자 리시 데베지서 타와 남니 데라 테좀메바 뉴도랍도 타와 깨오스라고요 그래서 오다 되래 다디 카르레스나 왕도 타와 끼츠라고요 그래서 왕도 타와 끼츠라고요 왕도 아니 용라 타와다 대바 끼츠 용원도 용라 타와 깨네 가르치니 깨네 가를 거 봐요 아래 팬도 가려요 그랬으나 왕부 농부디기 가자 왕부 뚜부디기 윤케바숨라 당와 깨와 이나 안에다 대종모도 겐디기 죄자 삼기 미켜바 대답이 캠바숨디 죄자 지기 요인자
캠퍼 숨부들라 연대 되는지요나 나 캠퍼 숨부들 토바 두기도 다 토바 두기 요인서 톰되기 삼바께기리 디게나 톰되기 삼바 델라 때니 아니 강라 캠퍼 숨 주제체베 대종어도 겐델라 아니 퇴삼 중이기 dum바 퇴삼 죽도기 dum발레기리 퇴삼 죽도기 dum바 용거리 델라 때니 퇴삼 죽 토삼 죽발라 때니 아니 다른 남겐 토베 고바요 아레스 디스 두스 자르고레 자나 所以呢，在这边讲到说呢，藏文持诵语就是听到归敬颂之后呢，那随信行者呢，随信行的这一些手画机呢，它就不会有疑虑，然后快速的呢升起这个极尽的这个信心。那这边我们讲的就是说，顿根的手画机呢，他听到了就是三智的功德之后呢，那他能够升起信心以及尽心。那是如何升起的呢？那也就是首先呢，他听闻了现观传论的这个所权之后呢，他了解到了现观传的所权呢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的所权呢讲的是三智。那因为他听到这不可思议的三智的功德之后呢，他自然内心呢就会升起希求。那升起希求之后呢，就会想要获得三智。那该如何获得三智呢？就是对于呢讲述三智内容的现观传论呢，他内心呢会升起一个听闻的这个需求。那因为有了听闻的需求之后呢，他才能够行持，然后最后由此呢获得一切片智的这个果位。어때? 다 결혼도 인지미지 디수르들라 이기지티 색수 제바 디니 세지 네 랍도 당와 깨오 세드 랍도 당와 랍도 대바 깨오 세드 디파루들라 쿠르가치 캡 쿠르가스나 따두스치 캡 아니 디파루들라 디니 디카르레스나 왕두 당와 깨추 세자고래 大家呢就是可以在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此即全比殊胜体性最极超胜，那一直到数级升起极尽信心的后面呢，都大家可以做一个记号，或者是画一个夸符，然后就可以写呢，这个是顿根手画机呢，就是升起信心的方式。 어때? 두스 쿠르다스나 두스라 让 디스그레 让 디스나네 와기 슝지 딘주 턴다디 데기 만데베 캬바요알 알레 디니 디파도 턴다디 디땡기도 와삼네 안고 만데베 캬바요알 신 데두그레 칙디게 就是为什么要就是画一个括号呢？就是来做记号，那就是要区分呢，就是每一段它的这个内容。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哦，这一段它所讲述的呢，就是顿根所化机它是如何升起信心的，那就不会和后面的内容呢，就是去混淆到。어다들 뜨다마 오케이 두스 치와 니 인게 베자라 남기 마노에 체도 턴다 참참 턴다 디 자르디교 된데이나 콜로 쿠르다시 갸프샤라 아니 쿠르다 갸프샤서나 아니 야타 딩이 턴다 카가레샤 삼네 아니 고 삼노 타인데 람사 텐 캬바이 무도아 오테레 신냠도 베드 자샤나 타디 데바도 턴다 치가나 로야 냥가도아 오테레 那人们说他自己平常在学习的时候呢，他也是会就是在呃每一个中间呢，他自己会把这个括号呢括起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藏文的行文跟中文不太一样，它没有标点符号，然后段落也不是这么的明确，所以为了避免说就是搞不清楚他哪一段到哪边是到哪一段的时候呢，所以他自己也都会就是做一个括号，表示说到这里目前是属于这一段的内容，那下一个括号呢又是下一段的内容。다 되네마 최기 제수 장와 남장선 다 되네마 제제 되네마 제제 디와들라 되네마 제네 최기 제수 장와 남게 지다 되면 오니다 대외치를 세자와라 소배 세메 시달람다 남바 껴메 바 용수 셰바 최수 제베 된기 증이기 юм라 너바 마통네 셰랍기 바르도 침바 탐지 캠바 니숨기 에야 최수 당이 너바 마통네 서와 다 셰라기 바르도 침바 담지 캠바니 숨게 당이 추 숨바젠사 데네 추 숨바지 상게라 소바 tum바 제바네 데미사와 스바 니데셰 네버손데 달라 랍도 당와케바 제바 니도 서 데바도 왕네 당와키 추레 다 왕네 당와키 추데라야 민다와 니 용구요레
对，他这把都那往俺那往那台湾记住是个样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诸随法行者呢，一直到如是于彼而生尽性的这一段呢，那这一段就是利根所化机呢升起信心的方式。那在利根所化机升起信心的方式里面呢，其实又分为两种。那说啊，你的这个家长去送的，那说，那这一段呢，就是从诸随法行者亦以离异多性故等诸正量圆满了事，圆满了之是道相无生，于寄送意象，佛母不见防难，余生定解。般若波罗蜜多三种一切志向，具有三种方式，无一定能成办佛等，如是于彼而生尽性。这把都往那台湾记住的，他谈不得了呀，往那台湾记住是呢，去给结束台湾那么是地铁了呀，往那台湾记住是呢，提说啊。所以这边诸随法行者呢，大家就可以写下，就是这一段呢，就是力根所化机升起信心的方式。嗯，我得的嘞，他去给结束台湾那么样子，我得的嘞。다 나와놈 찍다 투명 오니다 대위치를 쓰래 찍다 투명 오니다 대위치를 쓰니 찍투데스 거래 pena temper to be chick to take rikpa is kwata temper to be chick the temper to be tuma kanu da tevi se se jorwa oh da di chick to take ta les rezo chick da tume ngo ni da tevi junsen de la ten she ja wala so be cheme se de nda ngana zo ya sheba cheme gi shidang lamdang so de shi pombo la so ba sha wo 对对对，拉索，唐不独子，那这把都送了去的，那样的，拉索拉索，你的，送了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诸随法行者，亦以离异多性故等诸正量。那就讲到说呢，就是立根呢，也就是随法行的这些所化经呢，那它一开始呢，就是透过离一多的这个正因呢，然后去做了解。那离一多呢，就是我们讲说离一和异嘛，那异就是有多才会变成异嘛，所以就是以离一异的这个正因呢，等诸正量。所以这边讲的呢，就是透过离一的正量呢去做理解。哦，对嘞，写着完了说呗，他对了，这个图面去个技术上话，那么讲谁的嘛？往那台湾记住了啊，他往那台湾记住的了，你月嘞。我了台湾记住记当，你把了台湾记住，本来用看不顺不得啦，看不顺的我了台湾记住记当，看不顺的你把了台湾记住，看不顺的我让心的看得起来多啊嘞，等得起来下什么台湾记当去记，看不顺了原点你把明天我等得起多什么台湾记当去明天我你用不要，但第一呢？야, 찍단 투명 오니단 제외 칠세디 에로와 시다 람당 남바 겨와메 바 용수 셰베 치수 셰베 된기 증이기 юм라 네바 마통네 세야디기 오라 당화기 주레 윤 켐바 숨라 당화기 발라 윤 켐바 숨기 오라 당화기 주레 那刚刚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诸学法行者呢，就是从这里开始是指立根呢，他对于三智升起信心的方式。那我们刚聊说呢，立根对于三智升起信心的方式呢，又分为两种。那一种呢是透由三智的体性，对于三智的体性呢了解之后呢，而对三智升起信心。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对于三智的能力，也就是三智它不同的功德呢，了解之后呢，对于三智升起信心。那所以这边讲到说呢，第一个呢，就是以离一多性故等诸生量圆满了之，是道相无生，于寄送意象，佛母不见防难呢。那到这里为止呢，是对于三智的体性呢，就是了解之后呢，而对三智升起信心。那这边离一多性故呢，也就是说，它的体性呢，就是远离就是真实一还有真实义的这个体性，然后透过这个正义论事呢，然后由此对三智的体性呢而升起信心。哦，对的嘞，他
다 들랭이 드시 와 답변은 시자와라 소베세 체메스 시다 람다 넘버 뎀베 껴메 바세 시다 치다 투메 오니다 제위 치르세 디 와들라 아니 치다 투메 오니다 제위 치르세 디 티들라야 오라 당화기 수스니 티쇼那大家呢，可以在就是一离一多，或者说离一异都可以，就是离一多信故。那在这个离一多信故这边呢，就是可以大家做一个括号，就是对于三字的体性呢，升起信心的方式。当오라 당화기 수등이 메 드시 겹기 인다 탄다 제일 드시 겹기 당부 결함도 티쇼 어티레那就是如何透过这种方式呢，对于三字的体性升起信心呢？那我们之后再来做解释，这边大家可以先写上去。다는 디와들야 시자와라 소베 체메스 다디 체마데 두제기 체마 메도 야메는 두제기 체마라잖아 두제기 체메기 세난다 양 샤바 체메 디기 시다 람당 시 수도 풍감 깨제 풍부다 감다 깨제라 소발라 고걸 시 세야데 디 시디 시셰라 시 시셰기 시디 시셰라 고교아말 디 시당 수디 풍소 풍부다 감다 깨제라 소발라 고거래 시 세데 데라 디티 어야所以呢，一离一多信故呢，等诸正量。那这个正量呢，可以有两个解释。那一个呢，就是讲到说能成的这个正量，就是讲到说理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我们了知，就是心法的这个量，这两种。那圆满了知呢，就是事道相。那这边了知事呢，并不是指这个机制的这个。因为在藏文里面，它机还有事呢是同一个字，所以这边呢了知事道相的这个事呢，它指的这个事指的是运界处，并不是指这个机制。这咋算？写好了吗？这样子这个的嘛，真的吃的，你养接了，接住是吧？真大的，对了。就是大家最好能够写下来，不然之后可能很容易就会忘记。对。tensu tanya ki yang le la bo yode da di ji je da lam dang se de lam thap she thap da sherap de la ko gore namba se de namba di che tham je ko gore 那接下来呢，就是了知事嘛。那事我们讲到就是运界处，那道呢，就是指方便和智慧，方便和智慧二道。那相呢，指的就是指一切诸法。写好了OK 他卡了个人是呢西写是的西碰说给碰kam给接受刚才给打给叫二没把写吧是了个人 lam she se de lam thap she la so thap she dembe kyawar me ba she ba se dember madu ba dember dube kyawar me ba she ba se la nam khin se de namba thamje ke mo che thamje ane dember kyawar me ba khem ba she ba she da shi she lam she nam khin se de shi da lam da namba kyawar me ba yung su she ba 다 시시 세야디 시 풍감 깨질라 소바 다기 껴와메 바 간사게 다도 마주바 셰바레스 시시게 모디 람셰 세야디 람 탑셰라 소바 데다 덴버드베 껴와메 바 셰바레스 넘버 탐기 남켄디 체 탐제 네 덴베 껴와메 바 켐바레스 덴버드베 껴와메 바 켐바 셰바레스 켐바 숨게 오 데데지레스 라고 다 당봉해라 데데지로 올게요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事道相三者呢，它指的是静。那讲完了静之后呢，那接下来就讲到说，那所谓的我们讲到说机智、道智还有相智嘛。那机智是了知什么呢？机智呢，它就是了解呢，就是
像是这些运界处呢，它是这个补特伽罗我的无生之智，就是人我的无生之智呢，那它就是所谓的这个机制。那道智是什么呢？道智呢，它就是了悟呢。我们刚才讲的道呢，就是方便和智慧，就是了知呢，方便和智慧呢，它是无地时成立身的这个智慧。那一切片质呢，就是像一切种质或是一切相质，它是了知呢，就是一切法呢无地时成立身的这个智慧。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三智它的这个体性。哦，对对，那么叫我们不用是写不的是，他等的他看的这个的是那不呢？他其实南边的，他南边的不是，他第一个是做开始个的是呢，他按照单单嘛个拍起囊啦。Ani chik to tell say the shit we are. Chik to tell say the ani deme to be rigba. And deme tell a puppy rigba nga. Chik to take rigba. Kap tambe kap the chick to take rigba. Ani chenam ya umarangu begi. Ani tongba ni say the damper me barawa. Cheza deme tell a deme drubji rigba. So kare tengu are sen. Chik to take rigba tengu are. Cheza chik to take rigba de la tene damper to be damper yo mares. Temper yena, yamena temper to be chick in go gore, yamena temper to be tuma in go gore, temper to be chick the temper to be tuma caro maina, temper to be a yomares. Pena, ye pen casana, yena, yamena chick in go gore, yamena tuma in go gore, yena chick the tuma caro in go to us, chick the tuma caro maina, make go to us. Dinashi, temper to be chick down, temper to be tuma caro to gore, temper to be chick the temper to be tuma caro to maduna, temper to say yomares. Oh, the digi deme to be rigba tena pub guard. That deme to be rigbe genamsha tena pub cup tambo parching cups, deme to be rigbe genamsha so the chick to dig it namshati, till it true yard. Ta dinema train go to guard.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段呢？就是这一段，如果我们是学就是县官的话呢，就是在三大师里面五大论要是学县官的话，那这一段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离一义的这个正音，一跟相异的这个正音，离一义的正音。那离一义的正音呢，它是什么呢？它最主要呢就是成立无地时的这个正理。就是呢，以中观秩序派来说呢，它不承许就是地时成立嘛，因为它的空性所讲的呢就是无地时。那它是如何去成立无地时的呢？那它成立无地时的方式呢，就是依靠着这个离一义的这个正音。也就是说呢，要是地时呢，它要是成立的话呢，它要么就是以地时一的方式存在，要么就是以地时相异的方式存在。但是呢，因为地时一跟地时相异的方式都无法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地时呢是不成立的。那举例来说呢，就像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东西它要是存在的话，就是有的话呢，它要么就是以一的方式存在，要么呢就是以多的方式存在。它如果说没有办法以一的方式存在，也没有办法以多的方式呢，就是多就是指相异的这种方式存在的话呢，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不存在的。所以如同于此呢，要是地时要是成立的话呢，它要么就是以地时一的方式成立，要么就是以地时相异的方式来做成立。所以呢，就是讲到说诸法无有地时，因为它要么就是地时一，要么呢就是地时相异。如果说这两者都不存在的话呢，就表示地时不存在。那成立这个的理路呢，就叫做离一义的这个正音。那所以我们在看县官，就是学习县官的时候呢，它有一课呢，就讲到说离一义的这个正音。那离一义的正音呢，就是从这一段呢引申出来的。Oh, that did it. To lana, to sena, tumarwe. 多是要读嘛，那忙不了的。两个是不是多？两个是不是多？是。那我们有多少多少吧？有多少？是不是？哪个忙不有了，不是呗？所以就要说我们有很多手。我们有很多少，因为两个是多嘛。
那我们有很多耳朵，你我说俺们就忙不也是，是吧？大家声音，这不是你，啊你，是吧？因为刚刚大家说两个就是多了嘛，所以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手，然后有两个耳朵，说我们有很多耳朵。很多眼睛，很多耳朵，很多脚，哎呀，你，哎呀，他忙不休假噻，他如果他那如果了看了的手指。手指。如果两个是多的话，手指是太多吧？你按你忙不赢呢，就得太来讲忙了，白忙不差了。俺这如果白忙不了，我说呗，太多了，我说。所以对于手指来说呢，因为二已经是多了，那有10根手指头，所以我们就是有太多根的手指头。我那都是来劲噻，是吧？咋些？这呢？他那是吧？他的俺这大是，是吧？我都是的。他的这话看的那个样儿是了不？伊那是吧？这话看的那个，他的告诉那个去，他的告诉的，他的告诉看的这话是呢。che tamji dembe kyawar meba sheba as namken sidu pereswa shishe sidu shipumso che nam dagi kyawar meba sheba res lamshe sidu tabda tabshe ki che nam tene dember kyawar meba sheba res namken sidu che tamji dembe kyawar meba sheba res la rwa ta dilab du namken se de che tamji dembe kyawar meba sheba ina ngo dende chi imba ina che tamje ngela dembe kyawa meba rewes ta tigyo ti res namgin gi che tamje dembe kyawa meba sheba nangshi dembar ma dembe kyawa meba res ta dembe kyawa meba imbe drubje kharayor sna dembe kyawa meba res dembar ma druba res che tamje dembar ma druba imbe drubje kharare sna ani che tamje dembar ma druba gyunje ani dembar druba chikda dembar druba tuma kharung do ma druba re duwas o to du shigwar tanda dewa de keja yongdan 那就是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呢？因为刚才呢，我就讲到说，就是所谓的这个事，就是所谓的事道相呢。那事呢指运接处，道呢是指说方便智慧，那相呢只是指的是一切诸法。那我们就讲到说呢，就是机智呢，它是了悟呢，就是运界处等呢，它是普特伽罗我无生之智。那道智呢，它是了知呢，就是方便智慧呢，无地时成立身的这个智慧。那一切变智呢，它是了知一切法呢，就是无地时成立身的这个智慧。那所以就讲到说，一切变智它了知的呢，是就是一切法呢无地时成立身。那所以接下来就探讨到说，那一切法呢，它真的是无地时成立身吗？那为什么一切法是无地时成立身的理由？那就讲说，哦，诸法呢，它是无地时成立身的，为什么呢？因为诸法呢，它是无有地时的。那为什么是诸法是无有地时的呢？因为呢，诸法要是有地时的话呢，它要么就是地时成立一，要么呢就是地时成立多，或者说地时成立相异。但是呢，这两者都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诸法呢是无有地时的，所以是从这边呢就是串联起来的。哦，对了，其实他这个日报了，对呢，确他们就点本叫我没把的住，点本没把住，点本没把住吧了，对呢，确他们就点本没把写白记，啊，你写把他亲把的南京的，是那对，但南京的我的，啊，你看，确他们就点本叫我没把写把能西，啊，你写把单，啊，你听了那吧，我的的南京的我了，台湾结巴是，我的的了个。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学习离一义的这个正音呢？因为透过离一义的这个正音呢，那我们能够去了解到说呢，就是诸法呢它是无有地时的，那能够通达诸法无地时呢，最就近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一切片智。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说，哦，一切片智呢，它所通达的呢是无有错误的时候，如同一切片智所了知一般呢，它是无有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对于一切片质的体性呢，就是升起这个信心。哦，的确呢，他用给我了，台湾技术，他
두 셀럽기요. 대가나시 람셰데야 최담제 다기 겨 덴베 겨와메 바 셰바레 덴베 겨와메 바 셰발로 쳐 아니 탑시기 최데다 덴베 겨와메 바 덴베 겨와메 바 두고와 오다 두즈 치네 ane chik dhuti ki rikpa di dhawa yotante tuudzi shebar. Chizan shida lamda namba kyawa meba yungsu sheba silamdwa odiri chiki jisu tangwa namjang ta wangnoi dinzu ki yungi ngola tangwa kyewe ki tangwa kyedangde kandiri kikire sina chik dhuti ki rikpa la teni kikire sikwar. Chiki jisu tangwa namjang chikda tume ki nidan trewe chiri shejawa la sope ki tseme dhubje ki tsema senada dhubje ki tsema dila teni 아니 시시 야 실람 남숨 데 템베 껴와 메바 아니 시그리 껴와 메바 시베 껴와 메바디 아니 실라 자윤디 다기 껴와 메발라 자 람다 남기라 템베 껴와 메발라 자 아니 용수 시바스 디 인자 치수 제베 된기 칭이기 랑시 칭이스디 윰 캠바숨기 랑시라 네바 마통네 스디 윰기 ngola 네제 마통 고 양다바 임바 오다 통가레스 마통네스 다 대파도 가르레스나 윤게 ngola 당화 기초디레 所以呢，就是从这边呢，我们能够了解到说，一切骗智呢，它了知诸法呢，就是无有地时呢，那是透过离异的这个正因。那同样呢，我们知道说，道智呢，它在通达方便和智慧呢，无有地时成立的时候呢，也是透过离异的这个正因，所以才想要说，由此而了知为什么要去修学离异的这个正因嘛。所以呢，就是从这里呢去了解到三智的这个体性，所以这边才说呢，诸随法行者，就是立根的这一些所化机呢，它是意以离一多性故，就是离一义的这个正因呢，等诸正因，就是透过离异的这些正因等呢，然后诸正量，那这个正量呢，我们知道就是能成的这个理由，它透过离异的这个正因呢，这个能成的理由呢，它能够去了解呢，是呢，就是我们在了解到说机制呢，它讲的是运界处这些呢，它是道相无生嘛，所以是的这个无生呢，是了解到就是普特其如无生的这个智慧。那道智和相智呢，他所理解的呢，就是无地时，也就是说，对于方便和智慧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无生呢，是了解到它无地时。那一切诸法呢，无生呢，是了解说它无地时。那是无生呢，他了解的呢是不特切如的这个无我。所以那如何去做理解呢？那就是说，透过离异的这个正因呢，去了解到说，三智的这个体性。所以立根行者呢，他是透过就是离异正因的方式呢，了解了三智的体性，然后由此而对三智呢升起信心。오다 디레 그래서 야다 디 샤가 大声。那所以就是与寄送意象呢，佛母不见妨碍，就是透过这种方式呢，了解到说，透过这个方式呢，透过这些正因呢，了解到说，这个寄送里面所讲到呢，就是三智的这个体性呢是无有过失，不见妨碍，就是它是没有过失的，所以对此呢而升起定解。大声解。 그래서 好， 오다 디 야다 디 샤샤네 야사레 라소 那因为这么些接下来就是要去变经场，所以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 오야 다 되네 안주 야 오나로나 我们将今天所有文法的功德回向世尊的圣教能够长久住世，特别是三界法王中科巴大士圣教能够长久住世，愿流长。我们也回向给尊者，还有切合我们具法缘的上师，以及所有的持教大善之士，法体安康，长久住世，他们的心愿能够早日成办。那除此之外呢，对于社会有贡献的这些人，无论说他是否有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里面，无论说是否为佛教徒，我们都祈愿他们能够长寿无病，他们的所愿也能够快速的成办。我们也祈愿一切的国土没有任何的战乱、疾疫以及天灾。总之，将我们三世所积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一切有情，祈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成办佛果位。
是江北把我记得的看吧，当kun度勇上。猛文殊如是了书法，大恨普贤菩萨亦如是。未能随从彼等清净学，我将此等善根皆回向。善是一切善事圣者中所作任何殊胜诸回向。我愿将此一切众善根，为行普贤善行皆回向。所有礼赞供养佛如来，请佛久住世间转法轮，随喜忏悔等诸妙善根，回向一切众生及佛道。愿此学领环绕国土中一切利益安乐根源处，观音自在天津甲寿尊，莲珠坚柱直至山有尽，自心显密教法册，善止为生顶上焉。智慧礼障事业缘，众生导师愿久住，希愿至尊上师及长寿，尽善事业广传十方界，显慧教法明灯十三地，消除有情黑暗常安住。总之愿令善事皆欢喜，并以获得佛意之广闻。如来圣教遍扬于十方，修行所作妙善皆就近。吉祥上师愿长寿，遍虚空界生善乐。是他尽岁而及之，快速成就佛果地。父母有情俱安乐，一切恶趣恒时空。菩萨任谁住何处，彼等心愿皆成办。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用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我也就念着了，多谢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